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2021年2月20。今仔这个经文是诗篇86篇，创世纪16章第1节到第14节，路加福音第18章15到1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正得到福气。咱要来思考的是，什么是得福啦？吼。咱进前有讲到得即个新约的代志共款吼，侪人咧将即个得到福气甲所领受的新约两项代志拢放焦点伫即个财富顶悬啦吼。但是这根本是要个人照家己的需求，伫迄个所在来求着满足安尼尔定啦吼。这并毋是上帝的本意吼。上帝互亚伯拉罕的应允，也是讲咱咧讲互伊的祝福是啥？吼，毋是钱哦，咱主要看吼，也毋是财富哦吼。照圣经讲，上帝互伊的祝福就是土地甲后代啦吼，这拢无讲到财富。可能咱会讲，牧师你讲毋对啊，这土地是不动产啊，迄较值钱啊吼。但是请咱爱有一个概念，不动产的概念其实是近代的。伫过去来讲，土地是一个互人会当安居乐业的一个基本的需求，无搁再流浪吼。咧表达的是即个物件。对后代看法来看，咱会当看出一个上帝互年老的亚伯拉罕即对夫妇透过得到囝来得到福气。这咱需要倒转去伫创世纪12章去看到迄个亚伯拉罕因的背景啦吼。今仔日的经文看到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来无生产，伊的埃及的女婢却为着亚伯拉罕来怀有身孕，因此这个夏甲伊就非常的骄傲，看袂起撒来吼。虽然头前牧师甲咱讲，上帝透过互亚伯拉罕因夫妇生囝来表达因得到福气，但是伫即个所在夏甲伊因为有身孕，就开始骄傲，这嘛毋是上帝会欢喜的代志吼。即种家己想办法、家己动手，无要听上帝的应允，去找别个帮衬，就正做家己拄着苦难，还是讲受苦的来源啦吼。咱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话讲吼，请鬼去药单啦吼。迄个后壁答案是讲啥？讲叫稳死的啦吼。迄个意思就是讲，咱如果去找真正的道路，甲鬼魂、甲邪神去做交易，吼。18日个圣经的经文，咱伫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即个所在伊有讲到，讲毋通甲无信的人搭共的搭，吼。伊讲正甲邪怎会当合作呢？光明甲黑暗哪会当共存呢？这就是圣经咧讲的，讲莫甲无信的人来搭共的搭，走家己的份，做共款的代志安尼啦吼。当然，这放伫婚姻顶悬，毋是遐尔好势吼。咱这迄天有讲着吼。咱来思考是讲，迄个去找迄种毋是上帝的方法，吼，就是讲，咱要用迄种甲上帝完全无共款特质的方法，吼，这个会有问题啦，吼。你若要跟对上帝，你着爱照上帝的方法。去找甲上帝即条路有关的同工做伙，所以你找别条甲上帝
毋是上帝方法的，这毋是得到福气的做法，乃是灾难啦吼。虽然咱讲即个以实玛利毋是上帝要赏赐互亚伯拉罕的即个福分，夏甲也被即个撒来歹对待了后，伊来逃走，上帝犹原看顾保守伊。因此，夏甲称亚伯拉罕的上帝叫做看顾的上帝。上帝是看顾软弱的，上帝是赐福互囡仔的上帝。但是，若会当行伫上帝的道路顶悬，就会当搁较得到福气。天使甲夏甲讲，若准倒转去听撒来的话，就要得到福气，就要生团济济。夏甲虽然称上帝是看顾的上帝，但是伊后来带着以实玛利离开，伊并无带领伊的囡仔来亲近上帝。根据创世纪21章的记载，夏甲带着伊的囝以实玛利去到巴兰的旷野，这个所在是已经离开上帝远远啊。耶稣基督传道的这个路程的中间，拄着有人带着囡仔来亲近耶稣，但是问题嫌因伤吵，就来甲因赶走。但是耶稣基督甲门徒讲爱互囡仔来到我遮，毋通阻止因，因为上帝国的子民亲像因安尼的人，才会当入去。恁着爱记咧，若无亲像囡仔安尼来接受上帝主权的人，决断袂当做伊的子民。什么人真正会当得到祝福？就是囡仔啦，小朋友，因为因用真单纯的信心来亲近上帝。因为囡仔是上帝赏赐互父母的福气，是互世间人的福气。更较重要的是，咱袂当拒绝囡仔来亲近上帝。要爱互囡仔来到伫上帝面头前，应该是讲咱爱更较积极来带囡仔来到伫上帝的面头前，来亲近上帝来学习，互因对上帝即个迄种的单纯的态度，会当成做咱学习的对象。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2月2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6篇，创世纪第16章第1到第14节，路加福音第18章第15到17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正的蒙福真蒙福。首先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是蒙福啦。如同我们之前谈到的神迹一样，许多人将这个蒙福跟神迹都聚焦在财富上面好像说上帝让我更有钱了，所以有见证是那种感觉啦其实这根本不是上帝的本意，而是个人根据自己的需求而去想象或是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上帝在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祝福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是土地跟后裔，但这里都没有谈到所谓的财富钱财那是附带的了许多人会说，牧师啊，那你说错了因为土地就是不动产那很值钱的嘞那我们不能忘记在不同的时代它有它的 context。 那我们要来思想的是说，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土地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意思？不是那种不动产可以投资赚大钱的。过去土地对人而言是一种安居乐业的基本需求，就是代表他们不再需要流浪那这个才是土地
上帝所赏赐土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了哈。后代的角度呢，我们可以看出上帝让年老的亚伯拉罕夫妇透过得到儿子来蒙恩得福。这个我们必须要回到创世纪的第12章哈，我们就会比较了解了哈。那今天的经文看到了亚伯拉罕他的太太撒来因为没有生产，他就让他的埃及女仆夏甲为了亚伯拉罕怀了身孕。这个故事记载让我们看到夏甲因为有了身孕呢，就骄傲那这个让我们非常非常清楚的看到自己想办法，自己去动手，自己不愿意听上帝的应许，然后去找了别的，那个别的就不是上帝的方法，这样的就成了自己受苦的来源。有一句台湾的俗语这样说哈，说请鬼去拿药单啊，那后面接的一个答案就是说一定死的，稳死的哈。在18日的经文里面，我们提到了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的经文所提到的，他说不要跟不信的人同负一恶，正和邪怎么能够合作呢？光明和黑暗怎么能够共存呢？所以牧师有提到说，这段经文放在婚姻上面不是很适合的。其实这个是在做什么？在我们说同工，或是做同一件事情，你又要拿上帝的方法，又要拿偶像的方法，那是行不通的这是不行的。同负一恶的意思就是说，同一个车子，然后请一个狮子跟一只牛来拖车吗？那是不行的那如果去找非上帝的方式，或是非上帝的应许来解决的时候，这不是蒙福之道啦，这不是蒙福之道，而是一种灾难。虽然我们看到以实玛利他不是上帝要赐给亚伯拉罕的赐福，那夏甲也被这个他的祖母这个撒来所恶对待，那他就逃走了。可是上帝仍然看顾他，因此夏甲就称亚伯拉罕的上帝是看顾的上帝。上帝是看顾软弱者的，上帝是赐福给小孩子的上帝。若是能够走在上帝的道路上的话，就能更为蒙福。天使告诉夏甲，如果他能够回去，然后听撒来的话，就要蒙福，而且要生养众多。夏甲虽然称上帝是这个看顾的上帝，可是很可惜的是，后来以实玛利出生之后，他并没有带着他的孩子来亲近上帝。上帝仍然照顾他了可是根据创世纪21章的记载，夏甲带领他的孩子以实玛利到了巴兰的旷野，基本上是离开了上帝了。耶稣基督传道的旅程当中，遇到了有人带着小孩子来亲近他，结果呢，门徒嫌这些人太吵了，所以就赶走。那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们，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上帝国的子民正是像他们这样的人。”所以你们要记得，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上帝主权的人，绝不能成为他的子民。因为小孩子是以非常单纯的信心来亲近主，因为小孩子是上帝赐给父母的恩福，是给世人的赐福。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拒绝小孩子来亲近上帝。我们不但是要让孩子来到上帝的面前，或者是更进一步说，我们应该要带小孩子来亲近上帝。不但如此，我们更要学习他们对上帝这种
存有单纯态度的一个信仰态度生命，啊，这是我们要做的。